兄弟大家平安，咱做伙来吟诗，信诗112首，主保惠为水亲咱。主保惠为水亲咱，主保惠为水亲咱，主保惠为水亲咱，伊有拯救咱，主恩典为拯救咱，主恩典为拯救咱，主恩典为拯救咱，伊有赎回咱。来称赞咱主的名，来称赞咱主的名，来称赞咱主的名，伊有保守咱。咱对以西结书的第11章，看见伫耶路撒冷受刑罚遮的异象，特别是伫即个所在内面的领导者，无照公义，无照上帝的心意，所以当先知以西结所讲的预言，马上就死伫上帝面前，然后上帝要对遮受掠的人，互因一个应允，就是因要成做新的一代以色列人，要成做后一代以色列人复兴的基础。这个基础就是上帝要换因的心，互因合一起来，将新的灵下伫因的内面，除去迄个石头硬的心，互因会当有柔软的肉的心，会当甲主合一，会当掠主的心做因的心。这是对第8章一直到11章耶路撒冷受刑罚的异象。对以西结书的第12章一直到第19章，咱会当看到是耶路撒冷头前的前途。今日咱要看的12章，会当看到2项上帝互遮要受掠的人的旧调。这个调头一个是上帝爱先知以西结用演的、用表演的，无用讲的，带遮受掠的物件甲话空出去，做一个行动的表演。第二个部分是来表演伫惊吓甲看路的中间，安怎样食饭，安怎样啉水，惊甲屁屁喘。这是今日咱要读的圣经节。咱这时阵就来读以西结书的第12章，对第1节开始。上主对我讲：恁主，你住伫背逆的人中间，因有目睭，毋久无要看；有耳孔，毋久无要听，因为因拢是背逆的人。11章，上帝因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到对面东边的山顶。以西结也对这个耶路撒冷的异象的中间，搁转来到伫巴比伦。然后12章开始，上帝爱以西结将这个话一部分是讲互要传达互巴比伦的人，总是嘛爱互巴比伦的人听去，伫耶路撒冷的人，因会过拄着什么款的代志。所以这个背逆的人，和合本翻悖逆之家，就是因的心原来是即马犹原是石头的心，但是要通过先知以西结的信息，互因渐渐除去这个石头的心，互因肉做的心，互因会当领受上帝的话。上帝第3节讲，所以恁主，你着准备受放逐的时所需要的包袱啊，灯头白日，伫因的目睭前离开你住的所在去别位。因虽然背逆，可能会因为你的行动觉醒，你着伫日时，伫因的目睭前，替你款好，伫受放逐的时，要因的包袱啊出去。到黄昏，你着伫因的面前，亲像受放逐的人离开。你搁着伫因还在看的时，甲你的厝的壁挖空，对迄空寒包袱啊出去。到天暗的时，
你着伫因面前甲包袱仔派伫肩头行出去，你搁着甲你的面藏起来，看袂着即块地。我要互你成做我刑罚以色列人的兆头。先知得到这个异象，得到转来以后，爱搁想办法用演互这个伫巴比伦这个同胞来看，因为因共款是硬心背给上帝，毋知影灾祸临到，才会受掠来到伫巴比伦。上帝爱先知以西结伫伊家己所住的厝，不管是日时还是暗时，拢爱准备逃逃难。这个逃难是对家己的厝内挖空，对内底挖到外口。这个逃难也是象征等耶路撒冷南国犹大最后灭亡的时阵，因的王就是要安尼来挖空来逃走，不管是日时还是暗时，因要包袱仔紧款款的就要走出去，人讲就要虽然顾家己的性命。第7节，先知以西结，我就照上主的命令做。迄日，我伫日时将款好伫受放逐的时，要因的包袱仔摕出来。到黄昏，我用手夹壁挖空。天暗的时，伫这人的面前派包袱仔离开。先知以西结所做的动作，果然是伫西底家王的时来出现。这段的记载，咱会当对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52章，也是列王记下卷的24章，会当看到这个记载，就是西底家王做王的第9年，去互巴比伦王来率军队来攻打，占赢伫耶路撒冷的周围，足足要18个月。这18个月中间，到西底家王做王的第11年，也是主前586年的7月18号，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就将这个城来攻破。总是西底家王伫半暝啊，就对这个耶路撒冷的城的中间的门挖空逃走出去，走去到亚拉巴，然后去互巴比伦的军队来追赶，伫这个亚利哥的边缘掠着伊，然后甲伊带到这个以色列边界哈马底的利比拉，就是巴比伦王伫迄个所在占领。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踮伫迄个所在，杀死西底家王拢总的后生查某囝，然后阁杀死所有犹大的官长。这也是伫先知以西结伫顶一章11章就预言。然后阁将西底家王的目睭拢挖出来，用链甲伊锁的，然后甲伊带到伫巴比伦关监，直到伊死亡的时。这就是这个先知以西结即马所演的这出戏，就是咧讲着因故乡的国家的即马的王西底家王，无偌久以后所要拄着的代志，但是是爱带伫外地这巴比伦的犹大国的人民来互因看。第8节，过早起，上主对我讲：恁主，遐个背家的以色列人若问你，你在创啥？你就甲因讲，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这是有关伫耶路撒冷的王甲所有以色列人的信息。你就甲因讲，我就是恁的兆头，我所做要发生伫恁身上，恁要受掠、受放逐，恁的王要伫天暗的时派包袱仔，对为着伊挖的空壁空出去。伊的面要看地，看袂着即块地。我要拍网，甲伊掠起来，掠去巴比伦。伊看袂着迄个所在，落尾会死伫遐。我要甲伊的军队
甲四周围所有帮赞伊诶人，赶散去东西南北逐所在，嘛要背刀追杀因。所以，这个行动剧，上帝除了以西结来演以外，上帝嘛甲以西结讲了清清楚楚。若有人问，你就要甲因回答。主所要演的，就是因的故乡的国王西底家王西底家，伊要安怎样拄着上帝刑罚？等上帝伫先知耶利米一摆两摆来甲伊提醒的时阵，总是西底家王，伊伫遮丢毒，伊伫遮反反复复，直到伊真正互先知以西结的预言，确实发生伫伊的身上，去互人掠去到伫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受审判。第15节，我甲因上帝继续讲，我甲因赶散去列国，甲因放逐去逐所在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毋过我要甲因留一寡人，无死伫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安尼遐留落来的人，要伫受放逐的逐国，讲起家己早前所做歹代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伫以西结书的头前，上帝有第5章叫以西结剃头门、剃口喙鬚，然后有讲起着1/3的要受着饥荒甲瘟疫，有1/3的要受着战争甲刀，1/3的要互伊放逐因四散到东西南北。总是这四散的人，就是爱留落来讲这个故事，讲这个见证。互人知影，这一切拢是出自上帝作为。但是因在讲的时阵，相信是一定心非常的着惊，因为因真正亲目睭看到这个悲剧一件一件来发生了。17节，上主对我讲：恁主，你食饭的时就皮皮喘，啉水的时就惊吓不安，你就对这所在的人民讲。这是至高的上主有关留伫以色列本国的耶路撒冷人民讲的话。因食饭的时会皮皮喘，啉水的时会惊吓不安，因为遐的住民无法无天，因的土地会趴荒，无剩半项。有人大的城镇会荒废，土地会趴荒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所以，才搁一个爱先知以西结来搬的戏，就是搬一个伊在食饭的时阵，手就爱皮皮喘；啉水的时阵，嘛爱非常的惊吓。迄个水袂当食，饭袂当啉，因为这个要演的，毋是伫巴比伦的情形，是伫因的故乡耶路撒冷，遐个村的人，因所要拄着的代志。就是会惊甲皮皮喘，袂食、袂啉、袂困，无法度好好来生活，因为上帝的生气，已经决定要将这刑罚带到伫耶路撒冷这个所在的人民。今日这12章的头前一半，咱看见是上帝爱呀以西结来传达的话，一部分是互在受掠的人知影，一部分也互因耶路撒冷的人，互因爱紧悔改，爱紧把握，因若无悔改，这代志就确实要发生。今日我所见的经句是11节，你着甲因讲，我就是恁的调头，我所做要发生伫恁身上，恁要受掠、受放逐。先知以西结讲。What I have done shall be done to you。伊所做这个代志，其实就是上帝要做伫因的身上。上帝早就甲因警告甲提醒。今日这段圣经，互我的体会感受。虽望先知以西结无开喙讲话，是点点用搬戏，对透早摕包袱啊，到暗时啊，挖空家己的厝的壁空。然后半暝啊，搁爱派包袱啊走出去，安尼演的目的，其实即个提醒
甲用喙来讲诶，检菜，互人搁较会当想，因为用喙讲诶，才人民已经听袂入去。只有用演诶时阵，因才会去想讲到底这是咧搬，是咧演倒一出，这到底是咧讲啥物意思？智慧诶人，伊就伫即个中间得到提醒，总是愚戆诶人，煞看轻，无当做一回事，也无囥伫心肝底，最后这个代志，就是拢伫愚戆人诶身上来发生啊。第诗篇119篇165节安尼讲：以爱你诶律法诶人有大平安，无一项会互因跋倒失败。以爱上主诶话人，甲上帝诶话，不管是用听诶、用看诶、用搬戏诶、用演诶，遮个人会当因为上帝诶话，亲像食即个铁羹共款，变做是甜诶，变做是蜜，有心内诶平安。无一项事会当互因跋倒，无一项事会当互因失败，因为因所消化是上帝旨意，是上帝话。今日9月17号，今日透早要有即个牧方教会的宋牧师要来帮咱伫9月28号的临时和会电子投票即个系统，会当甲伊建立来完成，甲做试验。然后今日嘛有会计师的查销，甲咱的关怀据点，即个伫桃园市政府的联系汇报，搁有是咱暗时8点的祈祷会，有开函长老要来主理，也欢迎咱兄弟姊妹，不管是实体的参与，还是伫线顶的参与，都会当做伙来关心教会的祈祷公道，甲兄弟姊妹集体的代祷。今日的祈祷会当用马太福音6章25节，耶稣对学生讲：所以我甲恁讲，毋通为着性命烦恼食什么，啉什么；为着身躯烦恼穿什么。性命较赢啉食，身体较赢衣裳哦。咱看见先知以西结，伊所搬的戏剧是袂食、袂啉、袂困，非常的烦恼。总是咱有主耶稣，互咱的大平安；咱有上帝话，互咱有大平安，互咱会食、会啉、会困，互咱心内底的平安。知影咱是行伫上帝所喜爱的路的路上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主耶稣，互阮的行行变做是平安，伊伫十字架顶的救赎的功劳，也互阮无为着明仔烦恼，无为着食什么、穿什么、啉什么来烦恼。阮只有独大心来求上帝的国，甲上帝你的义，甲上帝你的心意，互阮会当来活出上帝你所喜爱的生活，互阮会当真做受祝福上帝的儿女，也祝福阮伫今仔日一切所做，拢有主你甲阮同在，也有主你互阮得到信心的感动，甲上帝有合一的心，互阮会当来体会明白上帝你的心意。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诗。相所在，伫患难中及时帮助，对水变千山依靠海，阮也无惊，踮厝中间，只管的主所点心声，也他永远会为上帝出声，要高路行，伊为帮咱你志无人。万军的主，甲阮伫地，最愿款待保护所在，要来看出奇妙所做，我地光辉到真厉害。伊也一个也站得
万情，为生人者高声吼声，以命天命地变地上，世界万民准伊做大。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温互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